Thank you, dancers。哇！今日呢個真係唔似一個演唱會，唔該。呢個真係香港開演唱會先有呢個服務嘅。最靚仔嘅化妝妹仔，最靚仔嘅髮型走咗 Tommy， 掌聲！哇！今日真係唔似呢個演唱會，因為咧頭先我喺後台嘅時候咧，化緊妝就不停有一啲新朋舊友家人、個仔啲好朋友入嚟，不停咁樣打招呼。呢度有一個表妹仔杯子，好啦，終於我嘅 Get Up 世界巡迴演唱會翻到嚟香港啦！你哋好嗎？有關注我嗎？俾我哋聽下，即係俾我聽下你哋嘅熱情歡呼聲得唔得啊？可唔可以再大聲啲啊？哇！真係好好聽啊！好流，係時間過得好快。距離上一次咧，我喺紅館開 show 已經有足足嘅10年，20192015至到2025 10年啦。但係仲有啲嘢仲驚喎，係我入行40週年嘅演唱會。係啊，40年啦，可能冇下一個40年㗎啦嚇，因為40年之後我已經可能。唔係淨係我啊，可能你哋都已經坐嚟睇嘅利是，一見面又講埋啲咁樣嘅嘢，真係。不過有人話咧，我哋而家呢一代係可以活到140歲嘅。係啊，真㗎。咁所以咧，我可能要過多幾年先至可以參加呢一個中年好聲音，因為未夠稱啊嘛。咁唯有參加住全民造星先啦。咦金生好似今日有嚟啊！坐喺邊啊你？呢度你扮咁晒啦，明明係一個女人嚟㗎。OK， 不過咧，如果下一個40年我真係開演唱會嘅話咧，我諗我都會脫掉嘅。不過唔知你哋敢唔敢睇啫。總之，永不言休。如果有一日，我同大家講，我要開我嘅告別演唱會，都係因為我為咗要籌備下一個復出演唱會嘅啫。冇退路㗎啦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呢個舞台。我記得我喺1993年第一次喺香港紅館開演唱會嘅時候咧，我係情不自禁咁樣踎低咗，錫咗個舞台一啖。咁但係而家基於我想瀟灑啲年紀嘅問題啦，我唔想踎低咗之後起身嗰一下唔靚仔，所以唔該監製升個台上嚟俾我錫佢一啖。可能好高啊。OK， 我哋咯，歷史性嘅一刻啊，你都想睇嘢？我好愛你㗎，我哋今晚一齊做一場好 show 俾大家睇下，好唔好啊？乖啊，乖啊。OK，thank you，I love you。今日咧就真係好開心，因為翻返嚟香港，感覺係零舍唔同嘅。咁關於呢一個紅館咧，香港人日日經過海底隧道嘅時候，可能都會見到啊！呢一個一啲都唔算好大嘅紅館，但係對所有流行音樂人嚟講係幾咁偉大，有太多靈魂、藝術家嘅靈魂喺呢度。咁同埋佢代表住一個好美好嘅年代。咁我相信大家嚟睇我演唱會咧，都係希望可以回味一下
一啲美好嘅時光。咁不如咁啦，我哋一齊回憶一下，一齊坐上一部1988年開出嘅列車，列車名係6節號。